是安怎第二摆着天狗热的时，病情常常会真正力。天狗热是一种透过蠓仔叮来传播的传染病，伫热带地区较蠓仔的所在真普遍。咱台湾的热天较雨水，无论是5月还是6月黄霜雨，或者是7月至9月风台，常常互逐所在因为积水生蠓仔，造成天狗热大流行。要安怎有效率的防治天狗热的流行，嘛常常互公共卫生单位头壳痛。毋知大家敢有听过医生还是卫生专家特别提醒，捌着过天狗热的人，尤其爱细字，毋通阁互话着，因为第二届的病情会真正力，无定着阁会有性命的危险。这和咱一般所认捌的，着一届病了，刷入去就会当对伊有免疫力的概念真无共。为怎样着天狗热完全以后，毋但无法度得到免疫力，甚至伫第二摆着病的时阵，病情阁会愈严重咧。免疫系统，咱人以及其他的脊椎动物的免疫系统会使分做两大类：先天免疫甲后天免疫。先天免疫反应是一种快速、无专一性的反应，参与的免疫细胞会对任何外来入侵者发动快速、即时的打击。毋过，伊无法度互身体发展出对特定病原体的长期免疫力。后天免疫系统是由会分泌抗体的 B 细胞和会胎死受病毒感染的细胞的 T 细胞构成。咱伫头一摆拄着病毒的时，若是先天免疫系统无法度即时甲扫除，互伊伫体内拓开，伊就会刺激后天免疫系统发展出专门对抗即个病毒的 B 细胞和 T 细胞。后天免疫的作用较慢，不过伊会甲病原体的特点记落来，也就是产生针对即个病原的记忆 B 细胞和 T 细胞。互免疫系统伫后界，佮拄着同款病毒的时，会当快速甲伊消灭，留互人会使维持规世人的免疫力。是安怎人会一摆搁一摆的着天狗热？天狗热的病毒有4种，逐种都会互人着病。人伫着其中一种病毒以后所留落来的记忆 B 细胞，敢若会当分泌对迄种病毒有保护力的抗体，对另外3种的病毒，毋但无路用，甚至佫会互病情愈严重。这是因为 B 细胞针对第一种病毒所设计的抗体，虽然嘛会和其他型的病毒结合，毋过伊无摘掉甲病毒中和，也就是互病毒失去致病的能力。而且因为抗体若和病毒表面的抗原结合以后，会甲专门咧吞食病毒的白血球城来。这个机制原底是要互白血球甲无致病力的病毒吞食消灭。毋过即边煞因为抗体无摘掉甲病毒中和，互病毒有机会来感染白血球，伫白血球细胞内底生脱，而且佫因为受感染的白血球会照期间继续伫体内四界巡逻，找找任何外来入侵者。这个行为颠倒会帮助病毒快速伫体内拓开，引起严重的发炎、各组织的损伤、甲内出血等等，造成人伫第2届着天狗热的时，常常会有较严重的病情。俗语讲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原底在保护人袂受病毒搁再感染的抗体，煞因为种种机缘，诚做帮助天狗热病毒感染人，刷入去搁互伊会使踮人体内快速拓开的凶手。所以，人若用过捌着过天狗热，伫热人搞蠓仔时，定定爱愈谨慎，断毋通靠说讲家己有抗体保护，袂搁着病。